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6册第4课热天。每年若到热天时，日头若火炎刺刺，规日流汗流袂离，不时身躯黏贴贴，想起仙草甲冰枝，想着山仔甲奶枝，想爱耍水去海边，想要游水游泳池，练习爬山、跳舞、唱歌、行棋、钓鱼、控摇、放风吹、办公伙仔。